今日嘅分享呢係有啲意思㗎，就係有一日我行街嘅時候，經過一間書店，睇到書店入邊嘅書全部都貼咗5折嘅優惠。嗰刻我腦海即刻浮現出捨得呢2個字出嚟，就係諗起點解會有出現咗呢一個字。之後我一路行一路諗，一定有意思同埋原因。捨得嘅意思就係，如果當嗰件事或者件物件，就算打5折俾你或者免費都好啦，其實都冇用，因為呢一啲事情根本喺你生命中係全無意義同埋價值。人生面臨各種事情，有時咧你捉住嘅時候，你會覺得未必會找到更加好嘅，捉緊死都唔肯放手。有捨有得，你捨得多，你就會得到更多。仲有，你對自己捨得嗎？例如好想去食一餐好好味嘅食物，永遠都覺得好貴，到想食嘅時候，嗰間鋪頭原來已經執咗笠啦。又或者一個地方好想去又唔捨得，當自己年紀大或者行動不便，邊度都去唔到，想去都只係得個想字。我呢亦都試過好想買一件衫，都試咗好多次，哇，都真係好靚，就係唔捨得。等到下次有多餘錢嘅時候，返到間鋪頭睇啦，諗住買咯，原來已經賣晒。所以捨得，我覺得分2個層面，就係要捨去後重新先至可以攞到。另一方面就係要對自己捨得，唔好對自己孤寒同埋對自己差。而喺人生中有捨有得嘅就係我哋嘅時間。如果你願意去用玩嘅時間換翻嚟去學嘢或者增進知識，呢個捨得嘅意思就係你翻嚟嘅成果。好多時會覺得人哋成功係好容易就可以得到，其實佢哋嘅背後係付出咗時間，就係捨棄咗唔玩嘅時候換取翻嚟嘅成功。好似垃圾一樣，如果你覺得每一件物件都好有需要，永遠都擺喺屋企，屋企就唔會有多餘嘅位置放一啲新嘅物件，就會越來越多垃圾，好似垃圾缸咁樣。我個腦諗到出現咗捨得呢2個字，就係要捨去一啲壞習慣，你先至會得到未來。任何事只有自己先至可以控制，任何事情都唔係因為你唔捨得就可以得到，亦都要互相配合，互相支持，互相吸引，好似地球中嘅萬有引力，磁鐵般嘅正負吸力。如果將一啲磁鐵嘅正負方向反轉，當你越追求，就會越走得快。而捨得呢一個意義就有啲抽象，好似斷捨離嘅意思，但係真正含義呢，就分幾個層次。捨得我個人會分類為學習、生活、感情同埋工作。你試諗下，如果雙手捉住原有嘅嘢，或者啲無形嘅東西，永遠都唔捨得放手，你就永遠都攞唔到新嘅嘢。學習，你有時會睇到人哋讀書好叻，我哋就會用咗溫書嘅時間去咗玩。咁當然呢，唔係話每個人都會係咁不停咁樣溫書啦。但係相信如果付出咗更多嘅時間走去溫書，成績點樣都唔會差㗎。呢一個你就要捨得用玩嘅時間去努力咁樣付出，不停學習，你先至會有成果。生活，你希唔希望有一個優質嘅生活呢？優質嘅生活，每個人要求都唔一樣㗎。想有一個整潔屋企，咁你就要捨棄返睇電視嘅時間去執拾屋企。每日返工呢，其實都好攰啦，返到屋企其實基本上都唔想做家務。我返到屋企都係一樣變咗條鹹魚，喐都唔想喐。但係睇見我隻貓喺地下度爬，我係長頭髮，見到佢嘅飲水機入邊呢有我啲頭髮，我個心就好唔舒服。
所以每日咧我都會掃地啦、拖地，起碼用5分鐘嘅時間，係咁意都要打掃一下，可以俾我隻貓貓有優質嘅生活，同時我自己都覺得好舒服。感情永遠放唔低舊有嘅感情關係，喺你感情世界入邊就唔會有空位可以俾另外一個人入嚟。假如果你得一個車位，永遠都泊住一部舊嘅車，咁樣就唔能夠有新嘅車泊喺呢一個位置。如果你想擁有珍惜同埋愛你嘅人，就必須嗱嗱聲將呢一架廢車揸走，唔好停泊喺你嘅心房入邊，阻礙真正嘅佢進入你嘅世界。工作成功係咪唔努力都可以得到？想自己嘅事業步步高升，就要付出比人多同埋努力，喺自己嘅行業令到自己發光發亮。唔一定會有人睇到你㗎，好似天空上邊嘅星星，多不勝數。如果光亮度唔夠，就算你係星星，人哋都未必會睇到你㗎。要令自己成為最閃爍嘅星星，就要多啲付出，去俾人睇到你，將你覺得成功嘅人作為一個借鏡，模仿人哋嘅優點，將佢哋嘅好處學習，強大自己嘅功能性，成為解決問題嘅核心者。喺平行時空上邊不分你我，我做得到，你同樣可以。希望今日分享可以令大家明白到有捨才可得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如果喜歡呢一條片，記得訂閱中女社呢個頻道，俾呢條片一個 like， 最重要分享俾你身邊嘅女性朋友，能夠喺大氣電波上邊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勵，營造最好嘅自己。如果你都想將你嘅真實故事分享俾大家，歡迎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。中女社嘅朋友們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